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俺的福气来了，好好运动哦！看福气只有福气，运动只有福气。好，今日俺的做嘛运动呢？大家同玉梅老师共下来哦，放起来哦，唔好坐到嘅安尼旁边上啊哈！俺今日通常共样起den哈，第一俺的脚呢要打开来，然后俺的髋关节共样呢，按你合den哈，会吃到重心较无安稳，打开来。好，俺们知道起到踩踩哈，人家们同样做野味运动啊，都下背雕塑下半身，非常有用哈。第一，俺们手叉腰，好，慢慢的转身，转到左边来。哦，有发现玉梅老师安尼转野味，俺的野味哈，做得安尼转，係动有福气的哦哈。俺的野味呢，要向前、向右、向左，哈，做得俺动身法，哈。人家野味转到左边去，看看玉梅老师的肩头哈，肩头向前面。好，右边的肩头向前面，左边的肩头向后背。好，按你互相对称的伸展。好，也会来到当横。好，慢慢的停到了，吸气，个吐气。好，记得咯，右边向下背，左边向后背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转来。好，同样啊，先转也会转过来哦。然后左手向下背，右手向后背，呼气。有看到呀？玉梅老师的肚子哈，你不能按你突突的竖转来、竖起来，转到左边，转到右边，两边就转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肩膀下压，一片左边向下背，右边向后背。好，慢慢的吸气转来。好，这很简单哦，人家做动作就很简单，人重复来做哈。1，好，人停到压去，人要停动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停得了。好，慢慢吸气转来。好，慢慢的个转来。好，过来哦，弯片哦，你看到记得也会转。好，按转也会去，你看哈，脚没拍，按从脚踝开始，人家脚掌、膝盖也会就会按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转到按来转都转唔起。好，肚子就竖起来。做事竖起来，慢慢的呼气，然后左手向下背，右手向后背，好，停到了，好，慢慢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吸气，好，慢慢的转身。乡亲朋友，人家这动作非常简单，做按呢哈，手叉腰，转左边，转右边。玉梅老师给大家复习一道啊哈，记得咯，做按简单。野味呢，就可以做到按摩，没会好，还唔会便秘啊哈，做得它呢排泄正常哈。慢慢的吐气，转左边，好，下来，吸气，转右边，下来，吸气。好，慢慢怂恿起，你可以也会下的喂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，站上来。慢慢的哈，刚开始男生呢哈，慢慢怂恿起，搁下来，呼气，好，吸气，好，站身，好，更向上。乡亲朋友，当简单，非常简单，唔过当有效哦。玉梅老师得。同大家讲亚技法，做迄动有效，牛做最有效。好，也系人咧做天野动作哈，慢慢的脚先竖起来，好，调息一下。天野动作咧，系人咧由上半身来开来哈，个转到下半身咧转圈圈哈，同样也系好处咪当多，个有当简单。好，慢慢的人咧脚个打开来啊哈。第一，人咧左手叉腰，第二吸气，右手吹气。好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吐气向前面。好，第一到右边来上来，手掌向档哈，拇指看档哈，转身，转野位，吐气向前面。好，这按钮要画圈圈，1，上来，画圈圈，吐气，2，做3刀哈。第3道有看到嘛？玉梅老师嘅野味下来哈，各位来到人的后侧膀胱经，当强哦，吸气，好转身。乡亲朋友，假使你做唔得，都也没做得，唔是，含年老人都冇按到的时候，你就停到呀。
好，一下玉美老师个反方向不看了哈，都按呢。好，and 从右片，好，都左片，都从左片，都右片，然后反方向哈。假使你刚开始个哈莫参玉美老师，玉美老师练按多年了没？你刚开始莫按下去，好，你多了之后，按呢哈，有完就有后出，做数，你刚刚都右边吹，也从左边吹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上来。转过来，不用强爽，好，野味鬼也就来到了呗，哈，慢慢的，你假使冇办法按下去，按你就好了哦，好，你来享受，慢慢的跳起，慢慢的来天呢，慢慢不用强爽，吐气，好，一刀到3刀啊，按到最后一刀哦，转野味，好，数来到淋巴。吸气，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向上，好，然后，不用温数了哈，人家左手叉腰没，然后右手叉腰，同学朋友也动作同简单，同玉美老师教下做哈，右手，好，挺胸哈，提起哈，跟师傅莫爱跳出去，数转来，按呢，好，按呢也会让我们舒爽。好，个人做手叉腰去哈，做数慢慢的同玉美老师同样按呢，也心专注到两个手指间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慢慢的头起哦，好，转右诶，加下右手也下按呢做数咪哈，送到右边去，来到两个鬼按呢侧淋巴、侧斜腹，好，慢慢的不用向上，按呢转呢，按呢右位哈。人讲雕塑下半身咩，下半身就还唔会水肿，好，新陈代谢就会较好。你当专心咩做两个大嘅动作，你去感觉佢，好，慢慢的。你假使讲做唔到完都参玉美老师按你完下去，冇办法按你完下去的话，你就做一半，好，躺下身体的上，躺下身体的感觉，冇舒爽，好，按做到呀，放松，吐气，好，转来。不用强手，加下人迄按的出去，人家还按的出去，好，go反方向啊哈，吸气，慢慢的go上来，好，前面，好，你多压之后咯，乡亲朋友，每次都讲，玉美老师你做按难啊，做唔到，你做按你就做得了哈，按嘞，唔是按下去，中央有后出哈，你做多压去，人家肚子数起来，某一天你张开始按过。好，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进步，慢慢的进步，慢慢的进步。你后背一条筋就会来松来，你一条筋来松来，你就还唔会腰酸背痛。嗰人肚子记得也系属于皮嘅，好，好，慢慢的哦，go反方向了哈，右片上来，吸气，打开来，吐气，不要强松，好，再下来哦，你知道，你可能牙数按你下来。转到右位，好，转到右边，看到牙数行到哪，那个右位就转到哪哦。吸气，打开来，吐气。最后一刀啊哈，你看按简单，数长点右位哈，你做的保护到牙右位，看有冇舒爽咩？好，个慢慢下来，看到牙数行到哪，牙右位就转到哪。吸气，慢慢的上来。好，都当空气，不用强松，手腕、手肘、肩膀，好，慢慢的不用强松，吐气，下来，好，乡亲朋友有空下做冇啊？讲健谈的哈，转穴位、转淋巴哈，帮助人的全身的血液气循环。玉美老师让你就做到鬼神的汗了哈，好，下一个动作呢，好，咩係講簡單，不過呢，喺平常人呢也得運動較冇做到嘅嗬。平常人行路嘛，腳開開；坐墊啊，咩腳開開；嚇水木嘛，咩腳開開。嗰時候人的瑜伽哈，即係反地心引力，讓人的腳哈做得交叉哈，強化哈，讓人家骨盤收縮，係唔會跟年紀越來越大啊，人的年紀越來越長，越來越老，人家就開始鬆脱。嗰時候人的瑜伽哈，來吸氣，教人咧用隻腳。好，交疊在一起，按你呢做得了，人的氣哈，全部集中到人的腹部丹田，也會收縮人的骨盤。
哈，找交叠起张来，你可以按键，你可以按拳，好，看人叫你做得，他拍见到诶，好，起一黑冇相干，哈，他会看到诶，咩做得，主要呢，右脚边的左片，左脚边的右片，人家骨盘就会收缩，好，下一个动作吸气，你手慢慢的来开来，好，慢慢的来开来哦，好，各位吸气的时候，够身体够爽气。好，你会发现，玉梅老师变他高了，身体变他长，也会变他侧位嘛哈。因为样诶，身体嘅肌肉向东方来，因为地心引力嘅关系，它是样数哈，让变我下背，好，你就会往下，下盘就会引来引抬。故是你吸气，当向数诶，身体来过来，好，10个手指头交叉，好，慢慢的透过你手嘅安尼伸展力，然后你手哈。来上去手背交叉，好，到耳朵两旁，好，慢慢的头去，同样哦，你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下去，好，假使两个后前弯啊，你做得多了，你就停到了呀，好，一年的进步，一年的进步，伢速度可以不用停了哈，做唔得急哦，做唔得安尼哈，来爽哦哈，你多了就做得，好，吸气。go 上来，好，慢慢的上来，同样来上来啊，好，不用强手，go 上来，好，吸气，口开，打开来，好，吐气，合掌，好，不用强手，好，压右脚，go 正来，好，压玉梅老师反过正的分开了哈，反过正来啊哈，人家下右脚都做片，好，然后呢，人家老左脚都右片。大家看玉梅老师嘅身體嘅動作，咁樣係正確哈。慢慢的吸氣，哈，向順向來，好，10個手指頭交叉，可能哈，人家前彎葉哈都亮，好，前彎葉你做唔得講，一下就撈佢下去，你盡量讓人嘅腳伸出來，好，慢慢的一啲咧，好，你做得安尼下去，你停到了之後，咩唔好安尼哦，安尼會受傷啊哈。你就停到了就好，好，慢慢的，一禮拜一日的安尼做，慢慢的下去，慢慢的進步哦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上來，慢慢的上來，好，不要強鬆，數個不要強鬆，吸氣，好，玉梅老師個轉過來啊，好，打開來，很舒服哦，吐氣。好，完成，鄉親朋友，所有的動作哈都當簡單，只係發人的地心引力哈，特別安尼開咩，就攞嘅安尼，其他有樣3不2時安尼起一下，讓骨盤就會收縮，好，也是嘅動作，運動就做到了哦，鄉親朋友記得咯，當然複習一下，安子先。